诗篇第142篇，代笔儿童内所做教示的诗，一篇祈祷。我大声求救上主，出大声恳求上主。我伫伊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伫伊面前讲出我的患难。我的心神失志，强要分去。你知我的路，伫我行的路，因暗中甲我设罗网。求你看我的正平，伫遐无人为我。我无所在通觅，嘛无人关心我。上主啊，我对你哀求，讲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活地的日，你是我的一切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求救，因为我陷落到上悲惨的地步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求你救我脱离监牢，互我通称赞你的名。义人会围围伫我身边。因为你用恩典对待我，